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敏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盈海7座低中層 B 室，一個實用積565尺，兩房加儲物房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業主將單位客飯廳對調，令到實用性更高，有全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採光度理想，單位坐向南。望返烏溪沙村同埋馬鞍山市中心，企喺露台亦感受到陣陣涼風。客飯廳全長大約5米，亦設有對流窗。盈海位於馬鐵烏溪沙站旁，面向吐露港，鄰近香港欣賞浪漫夕陽最佳海灘烏溪沙沙灘。單位改為開放式嘅廚房，做咗吧台，朝早喺度飲杯咖啡。食個醒神早餐，可以同自己加油。盈海以環保低碳及健康為大前提，打造綠色社區。停車場亦安裝電動車充電裝置，以減少廢氣排放。而儲物房亦都可以做書房或者係工人姐姐房，方便靈活使用。跟住係第一間嘅睡房，大約有4.1平方米。盈海設有盈海匯商場。商場頂層設有蓋通道連接國旗及烏溪沙站，而浴室亦連接工作平台，設有玻璃鏡櫃，採用浴缸設計，地方亦都打理得乾淨企理。最後係主人房，大約有7.6平方米，設有地櫃同高身大衣櫃。盈海會所設有多功能運動場、4球道保齡球場、室內外泳池、閱讀室等等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